成日聽人講四代住宅，究竟中山嘅四代住宅係咩情況呢？我哋今日嚟到石岐總部經濟區，同大家一探究竟。好，我哋而家睇睇呢個項目嗰個區位。喺圖中呢個就係陰陽遇神呢個項目，項目去到中山站係3300米，去到中山北站係2100米，而商業配套方面，去到山姆超市2300米，去到沙江墟市場係1000米，去到厚興市場1600米。咁響學校方面，一路之隔就係旗江實驗小學，再過嚟600米就係石岐中學，基本上足不出戶，可以實現目送式上學。非常之方便，而項目所在嘅區位呢，就係石岐總部經濟區，係可以講得城區未來嘅希望所在。而佢距離我哋嘅母親河旗江，只不過係區500米左右。響項目嘅周圍5大公園環繞，平時休閒係非常之方便嘅。好啦，區位就講完啦，我哋而家到小區入邊睇睇佢嘅真實情況。嗱，呢個呢就下沉式嘅會所，呢度係下沉式會所。當中嘅再下沉式一個會客區域，大家會發現咧，我哋呢個屋苑咧，嗰個水係真係特別多嘅。正所謂水為財嘛，你喺呢度感覺咧會好舒服，有一種好寧靜同埋自然嘅山水融為一起嗰種感覺。呢度係佢嘅恆溫泳池，啲水係暖嘅，一年四季都可以喺度游水。目前嚟講，貨源嗰度咧，1棟、2棟、3棟、4棟都係119方嘅戶型，目前咧已經全部售罄啦。咁剩翻5棟同埋7棟153方嘅4房戶型，6棟179方嘅係啱啱推出市場嘅。目前貨源仲係非常之充足嘅，而且佢戶戶都帶7米挑高嘅空中庭院。眼前嘅酒店式住宅屋苑係中山石岐總部經濟區唯一在售嘅超四代住宅，7棟高層建築呈現鑽石型嘅圍合式排布，最大程度拉開樓距，最寬嘅地方超過100米，而1.99嘅超低容積率，讓居住嘅感覺唔輸別墅。再仔細睇，每一個樓棟都係中山非常稀缺嘅南北通透板樓式結構。園林內部，成個花園好似一座微型嘅度假島，2000平方嘅中心水景絕對係焦點。水系串聯起下沉式卡座、臨夏茶室、恆溫泳池，設計師精心設計嘅水岸會客廳，業主正享受下午茶。呢度冇傳統小區嘅綠化，只有酒店式嘅度假場景。而最震撼嘅係機偶錯層嘅空中庭院。每一戶都擁有2層高嘅露台，跳高達到7米。有人種花，有人練瑜伽，仲有人擺燒烤架。呢度就係家家有花園，戶戶有庭院嘅超四代住宅，加上飄窗、花池等全贈送空間，實際嘅使用率高達145%。陰陽與神。唔只係石岐總部嘅封面，更係一座值得收藏嘅酒店式傳世宅地。成個屋苑一共有7棟樓，而家1、2、3、4咧就已經賣晒啦。而家剩翻5、6、7呢3座，有2個戶型，153方同埋179方。大家可以睇睇，園林唔係好大，但係咧佢成個風格咧都係參照5星級酒店寶格麗酒店嗰個風格嚟打造嘅。可以睇睇。雖然唔係好大，但係每一處目光所及都係顯得非常之安靜、骨子同埋有格調。漫步響其中，你會發覺呢個花園嗰個水系特別多，可以講得水系嘅面積佔咗50%左右。佢完全唔似一個居住嘅屋苑，直頭係一個5星級酒店嘅庭院。呢度咧就係小區入邊嘅公共會所，為業主提供各種嘅服務。平時得閒過嚟坐一坐，感覺係好寫意。
咁成個花園咧，其實咧比起路面咧，我哋應該係抬高咗6-7米喺度嘅。喺我哋眼前呢邊係5棟，呢個係7棟。咁5棟同埋7棟咧，佢都係153個平方嘅2梯2戶4房大平層。喺後邊呢個咧就係項目最大嘅單位，179方嘅4房4衛大平層。成個小區嚟講，6棟咧就係佢個樓王位置。等陣間咧，我哋2個戶型咧都會現場去實地探探佢。大家有冇咁嘅煩惱？想招待親朋，但係咧出去食又會比較遠同埋比較貴。喺屋企搞嘅話咧，自己廚藝亦都唔係話咁好。而呢個樓盤俾到你另外一個唔同嘅選擇。大家跟住我個鏡頭，我哋感受下佢嘅服務。首先嚟睇睇呢個房間，大家係咪有啲熟悉嘅感覺？好明顯呢度係一個廚房，呢一邊係休息區域，呢度有麻雀台。我哋呢度係7棟嘅樓下，佢係一個會所嘅形式，佢能夠俾到你私宴嘅服務。嗱，呢度有張台，佢樓下咧就分兩邊都有同樣嘅配置。呢邊係第2張台，意思話佢每邊可以容納2張台，一共樓下嘅會所就可以容納4張台啦。呢邊仲有一個功夫茶台喺度，如果中意飲茶嘅可以喺呢度沖下茶。所以嚟講咧，陰陽遇神呢度能夠俾到你另外一個選擇，足不出戶都能夠喺屋企樓下大宴親朋。咁7棟同埋6棟最大嘅唔同咧，佢嗰邊咧就係私宴嘅概念，呢邊咧就係會客室、走廊嘅概念。你咁想象嘛？原來呢度睇落就好似一個酒吧，但係佢係你屋企樓下嘅會客廳。成個感覺係按照寶格麗酒店嘅風格嚟打造嘅。嗱，呢邊亦都有走廊。好多時屋企係私密嘅空間，亦都唔方便帶朋友上去，你就可以約佢嚟屋企樓下談心傾嘢都可以嘅。咁呢度咧係另外一邊嘅感覺，可以睇睇。其實每個樓棟下邊咧，佢都係有管家喺度嘅，有任何嘅需求咧，都可以同管家嗰邊協調嘅，幫你安排好，好似一個 coffee shop 咁。呢個大門後邊咧，就係流動電梯嗰個入口位。咁我哋咧就唔係話隨便都可以去到電梯嗰度嘅，我哋必須要喺門口呢度咧，就透過一個人臉識別嘅系統，你先至能夠進入呢扇大門，到達電梯廳個位置。咁佢極大增強咗嗰個私密性。我哋而家嚟到153方嘅樣板間，咁樣我哋一入嚟咧，呢度就係一個空中庭院咁嘅位置。外邊係23度，陽光好燦爛，而且咧體感咧亦都比較熱。但係喺呢個位置咧，嗰啲風咧就喺度吹住，非常之舒服。嗱，而家外邊咧就係我哋喺個平台望出去嘅風景，對面咧就係富力中心啊。後邊呢度綠城江山和明，呢邊華發學府1號，呢度係時代運途。我哋嘅背後咧就係另一個4代住宅龍湖香山頌嘅位置。而我目前睇到呢一片咧，就係石岐總部經濟區嗰個位置所在，可以睇到生機勃勃，全部都係新區域嚟嘅，所以佢嘅未來嘅潛力可以講得係不可限量。咁我哋呢度咧其實就係電梯嘅出口位，咁我哋電梯出嚟嘅話，呢部電梯淨係為你一戶人服務嘅啫，可以講得係一梯一戶，專梯入戶。呢個係一個153方嘅大平層，個採光面係非常之大嘅。旁邊呢度咧就有一個套房。呢邊咧就係餐客一體嘅大橫廳，採光面足足1埲牆咁大。呢邊係偏廳，你可以放啲自己喜歡嘅嘢。最後嚟到我哋超級豪華嘅主人房，主人房呢度更誇張，2邊牆採光，外邊仲有一個休閒嘅陽台，得閒無事喺度坐下發下吽哣，
外邊陽光燦爛，呢度涼風習習。呢邊係一個尊貴嘅衣帽間。其實我哋呢間主人房係3面採光，所以光線可以講得係冇得頂。呢個係中山城區石岐區嘅4代住宅，153方已經咁頂啦。179方究竟係咩情況呢？我哋繼續去探探佢。呢個就係項目最大嘅面積179方嘅空中庭院。呢邊係電梯嘅位置，一出嚟咧就對住你嘅歸家嘅空中庭院。空中庭院大概咧都有20零30個方，係非常之闊落嘅。外邊就係旗江新城嗰個景色。呢個單位依然都係客餐一起咁嘅佈局，消滅晒所有嘅走廊，所以顯得特別闊落。呢邊咧係一個套房，呢間屋一共有4房4衛，呢個係其中一個套房。客廳呢度咧係採用2面採光，呢邊係朝南嘅，成棟牆都係一個大玻璃，採光面超級巨大。呢一邊都係採光面，成間屋顯得非常之亮堂。呢邊係第2個套房。老細，呢度係你嘅主人房。主人房採用3面採光，呢一邊係衣帽間，2面牆都係衣帽間。呢個主人房採光面十分之巨大，呢度成面牆，呢邊成面牆都係採光面，完全冇採光死角。仲有個私家獨立嘅陽台，朝南向嘅，睇住成個花園，最精華嘅部分就喺呢度啦。好啦，房就睇完啦。究竟呢個樓盤適合咩人去購買呢？如果你近期喺度睇房嘅話，如果你係追求品質嘅改善型家庭，你可以留意下呢個179方嘅4房4衛嘅大平層，得房率接近145%，仲有接近7米高嘅空中庭院，3面採光，非常之通風採光。如果你係關注子女教育嘅，旁邊一路之隔就係旗江實驗小學。500米開外就係石岐中學，由小學到初中教育無憂。如果你係對交通區位比較注重嘅話，400米外就係旗江新城站，800米之外就係另一個地鐵站，1公里以內有2個地鐵站，去到廣州同埋珠海極為方便。如果你係比較注重品質嘅人士，我哋每一個樓棟下邊咧都有飯會所，有唔同嘅主題，俾到你滿滿嘅情緒價值。所以有興趣嘅趕快聯繫我，帶你睇樓。